一個經節講設家啲喺詩篇嘅103第17節，上帝嘅忠心，從地下到永遠本遵從其實，係每人要敬重上帝，要相信主耶穌佢嘅忠心，佢嘅恩典，從地下到永遠，唔是離開過，設家要遵從其實，佢嘅公平。要講下本自家嘅自信，嗱，所以自家聖經裏喺度要相信主耶穌，要遵從上帝嘅恩典，嘅憐憫，嘅忠心，唔是切在從自家，就是家永遠，就是家自信。因為đó呢個詩篇嘅103 18節咁樣講到，對於每個人揸本家嘅唱出嘅命令。上帝要看顧，上帝要保佑，上帝要祝福，從設家理台到設家自信嘅台，得到佢嘅快樂，得到佢嘅平安。所以設家要謙卑嚟到主耶穌嘅面前，信任佢，尊重佢，敬重佢，佢嘅反應寫出，到永遠，設家得到佢嘅忠心，得到佢嘅公平，得到佢嘅恩典。阿門。